上幾集介紹過由王羲之至米芾保存喺碑帖拓本上一脈相承、風格放逸嘅行楷同草書作品。今集我哋轉口味，欣賞一件宏偉嘅楷書經典之作，就係唐代嘅顏真卿《大字麻姑仙壇記》。麻姑係道教中代表長壽嘅神仙。早在東晉《葛洪神仙傳》已記載麻姑成仙後見到東海3次變成桑田，呢個就係成語滄海桑田嘅典故。呢個碑原本立於江西麻姑山，相傳就係麻姑修道嘅地方。唐大曆3年起，顏真卿喺江西撫州擔任刺史。佢去到南城縣麻姑山訪古之後，書興大發，親筆撰文寫下《麻姑山仙壇記》。喺大曆6年刻立碑石，原碑相傳俾雷火破壞，碑嘅尺寸、形制等已無從稽考。至今流傳嘅拓本有大、中、小字本3種，其中大字本最得顏書嘅韻致。文物館所藏嘅係大字本，呢本宋拓本用墨濃淡色中，比較傳世其他生物拓本字畫更為清晰，堪稱善本。晚清著名鑑藏家何紹基評價佢神光秉熾，樸日厚遠，實為顏書國碑之冠。喺碑文中，顏真卿先引用《葛洪神仙傳》中王遠、蔡京同麻姑相會嘅傳說，當中描繪麻姑年輕貌美，頭頂有髮髻，其餘頭髮披散到腰間，衣服花紋耀目生輝，筆墨無法形容，世間未見。又講述喺唐代開元中期，道士鄧子陽喺麻姑山習道，有一日突然出現龍虎所拉嘅車同2個手持符節嘅人嚟接引佢升天，而佢獲得唐玄宗答應，得以歸葬麻姑山，喺古壇則建廟。擎仙鄧子陽嘅侄德成都喺呢度繼收香火，可見麻姑山係靈氣所聚之處。顏真卿呢篇文章文法質樸，言之有物，娓娓道來，有唐代古文嘅韻味。從書法嘅角度去睇，顏真卿用篆書筆法寫楷書，擺脫初唐歐陽詢秀硬或者褚遂良婉麗多姿嘅書風，主要以中鋒用筆，呼應文章質樸嘅風格。書法風格宏偉、沉穩而端莊，極具廟堂之氣，開創咗一代嘅新風，世人稱之為顏體。而《麻姑仙壇記》就係顏真卿晚年書法成熟期嘅代表作，係學習顏體嘅人普遍會臨習嘅作品。呢個拓本結字開闊穩妥，筆畫厚重，書畫向外微張，筆力勁挺，通篇渾厚雄健，精神飽滿。喺清中期由蘇州著名收藏家陸公收藏，之後由何紹基所得。滿族書畫鑑藏家崇恩以呢本同佢嘅藏本對校並提拔，而封面有清末民初無錫望族華士信嘅題簽。到20世紀90年代，由北山堂利榮新博士購藏，並喺1994年捐贈俾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收藏。2019年喺東京國立博物館書聖之後顏真卿及其時代書法特展展出，並於2020年獲中國國務院批准列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。《麻姑仙壇記》係顏真卿63歲時所書，其實喺此前數年，佢係因為進諫反對宰相元宰專權而遭受貶謫。由於仕途失意，顏真卿轉向道禪，關注地方嘅文化史跡，
創作咗唔少同道士或者道教相關嘅作品，更造就咗《麻姑仙壇記》呢件經典作品流傳至今。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聽完《麻姑仙壇記》嘅奇幻故事，欣賞過顏真卿嘅書法，再回溯佢嘅生平經歷，會唔會令你對悲帖、對人生都有更深層次嘅領會呢？